就是叫人爬上楼，楼梯摕来做伊走。台中市一个姓郑查甫人在人面册铺文，讲艺人费玉清伫要伫澳洲办演唱会，要招人才，做事2礼拜有通食有通住。出发进前，薪水先发一半，活动若是散了后，才搁领尾款。月入上少5万块，上百个人拢互这个好康的条件变去，护照抑搁有消费证件，拢影印本交互对方，煞无消无息。大家才知讲原来互伊骗啊！去甲来到对方的厝内门骹口。要求伊就爱出面来解决。附近厝边头尾听到大细声，大家拢真紧张，烦恼代志歹收煞，赶紧报警察来处理。郑少仪还护照。有10几个受害者集做伙，真大声咧喊讲，姓郑查甫人爱甲护照摕出来。伫楼骹嫌还佫无够额，佫一直试电铃，爱这个姓郑查甫人出面，甲话讲个清楚。拿出来，我带你上去看。拿出来。尾啊，姓郑查甫人出面，毋过无办法，护照早就无伫伊个身躯顶，双方安尼搭来搭去，尾啊煞冤家起来。你是当事人吗？我不是。闭嘴！这个穿朴色衫的查甫，就是引起众人怨的这个事主。进前，伊伫网络铺这篇文，讲是要因铁工、木工，还佫有水电工，拢总工作2礼拜，去这个澳洲墨尔本来搭费玉清的演唱会的舞台，包吃包住，薪水是5万块。佮讲若去到机场，过先付一半的薪水。这个受害的民众互好康的条件来甲城，佮甲护照交互台中这个姓郑查甫人，跟我们收护照的正本，还有我们个人双证件的影本，这样。想袂到这个姓郑查甫人，伊铺文了后，拢总收到上百本的护照。伊讲要甲护照，拢转交互新北一个姓刘的查甫的，连伊家己的护照嘛交出去，赶快是受害者。旅行社的代办人员，他过来跟我收护照，但就是当下有很多疑点，可是当下我真的是没有考虑到。其他的受害者表示讲，姓郑查甫讲伊家己的车窗啊去用讲破去。护照拢用偷摕去，这根本就是自导自演，讲遐有空无损的，这互人骗的人是规台湾拢有。本来是跟大家求和解的态度，但是昨天他整个态度就变成说，他也是被害人之一。目前受害民众嘛已经甲护照来甲挂失，佮对姓郑查甫人提出诈欺的告诉。专案嘛伫个这个新北地检署咧侦办，其实浅浅甲想看卖就知，工作哪有遐尼好康咧？安尼互个人的资料泄出去。护照嘛，恐惊成做假人头，民众找工课都爱目睭舔较紧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